家应该拢有电对不对？无啊，因为 LED 灯牌拢拿出来你看。专业。你3礼拜前有一只蛋啊？嘿哦。我后面讲你好袂信哦，你住中立对不对？你住中立哦，咱中立哦。我买厝伫中立，你嘛爱买厝伫中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看跑来了。所以许富凯的牌子伫倒位啊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今天也是大阵仗哎。真的，许富凯后援会全部出动了哈。是的。各位歌手不用介绍了，太厉害！明日之星脱颖而出，2011年发行7张专辑。是，今年明日之星也10周年了。10周年了，还要切蛋糕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呦，真正伊的歌曲会使讲，你若8点钟拍开哦，你若发专辑，大家拢听。好啦，我你话题我怎么样介绍啦？好，他的歌声总是能够温暖许多人，感受到温馨的快乐。是的。各位，我们要先测试一下现场的尖叫声，进入起下。什么默契？要1、2、3，大家一起讲他的名字。左边叫凯哥，右边叫许富凯。没有，大家要团结在一起。好，来，过来敬拜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再次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这位歌手是。许富凯。对嘛，2万人的气势就该在现在拿出来哈。是的。欢迎我们的暖男歌王许富凯。就我，啊，就天上的脚步。
我无想要讲一声的，因为我你讲，做一年轻的所在，困苦一个两个三个醒来自由飞，你来照顾，甲无第三个脚步，是所爱的人再会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无，刚刚一句尔，盖咱转播车会来一个。再试一次，做一个。哎呦，我的天厉害！我们人到那边去，有没有看到远远都一个一个头这样子，整个广场都塞满。他怎么了？阿凯，你是在叫隔壁的啊？哦，不是啊，叫你你们汤饭叫阿凯是不是？阿凯听到耶，喂，不是啊。因为徐富凯来到家里在一起，造成一股轰动。好开心，好开心。这些是你的后援会粉丝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。我要问一件事情，后援会粉丝，你们来这边多久了？很久哦，9点就来了，9点就来了。昨天晚上9点是不是？哇！好感动哦，谢谢你们。不会，但我觉得许富凯非常认真，尤其之前的这个也在办的这个演唱会，然后陆续的到现在哈，你看现在是不是又要跨足了这个所谓的演戏的部分？对啊，哦有，我都有看你演戏呢，演那个富察傅恒啊，延禧攻略的，你演的对。真正有像吗？恁感觉？我是感觉有啦。不啊，我觉得你比较帅。真的不一样的感觉，至少他是鲜肉，我还算中。怎么讲？你们都是。你是韭菜肉，韭菜肉 OK 啦 OK。你跟我刚刚好，真的演戏哈，延禧是真的你有演着。没有，我也不是。毛他一直用颜色啊。有颜色。那个报道一出来，我拢想讲要摕迄个报纸听听，妈妈讲是进前一照的来六。内地有待过，对，哦，还好没有去认证，好，赶一下流行嘛，经济还好，那时候追剧，自己也当这个所谓的演员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要追你的戏啊！真的哦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最近呢在拍明年2019年过年的贺岁片，叫做《大三元》，是有关一部麻将是有关麻将的一部电影，希望大家明年过年的时候可以去电影院收看一下我的演技，一定要给他支持一下，对不对？会去看的，大声尖叫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演了那个角色之后，我真的能了解你们的辛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好奇呀，对不对？你当歌手跟演戏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导演真的对我非常好，知道呢，我可能是第一次演戏很生疏，所以呢，他特别安排没有台词的角色给我。真的？是台词你那个谁？真的吗？我不是临时演员哦，我不是。对，可是呢，我哪被恭维的是亚基白啊，代表我的心声，代表我要讲的话。哦，所以我觉得我导演可能常常有在看我一些活动，然后他们有在现场这样子，所以特别把我写这个角色。所以你也白啊给他起来，比如说哈，我今天不想讲话，就给他一下，我今天不想讲话。对。哦，对，是这样子。那你可以瞎你的啊。那这样很容易才对啊，这样不是很好演，你只要举牌子就好。哦 ，no， 那不然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？有彩华姐、罗时丰大哥，都吸睛呢。然后像我们的女神曾婉婷小姐，哎呦 ，A 啦，嘿，他们就说，哇，你这种没台词最难演了，真的。哎呦，就先都吓一跳，就先跟我下马威，然后想要死定了怎么办？没台词。可是呢，他们真的非常要照顾我，是，我都没有 NG 啦。真的啊，哎呦，很骄傲。真的，不过说实在，我是要代替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问你一下哈，新专辑什么时候发行？你一直说今年今年12月底就会跟大家见面了。所以到时候也算是双喜临门啊，有新专辑，有新电影可以看。对，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接下来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带来去年入围金曲奖的好听的
专辑哎呦，里面的一首歌。他文突然讲到金曲奖，想哭了。没有。没关系啦，你现在金曲奖为目标，等一下金钟奖也有你的份。不是哎呦，是不是？我每次都传那个前一天我就传那个，恭喜傅凯要得金曲奖，然后隔天我决定明年开始，我绝对不要再传了。你说入围金曲奖就好了啦。对，我那么觉得，不好意思，明年得歌王好不好？不是，今天有很多歌王歌后都有来。是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好。OK，我们叫菲姐，好不好？来，赶快小王子啦，赶快摸一下。我有点讶异，为什么本人在现场你不摸？我们等一下请萧煌奇老师明年不要报名，这样就你得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你不能这样讲啊！不是啊，大家一起竞争才好。好，没错。来，继续好听的歌曲压轴。我希望会当听按中立人的心，听你的心，谢谢。来，怕花过来。好了，手电筒的电应该还有，不是手机的电应该还有电吧？我们把那个小温暖举高好不好？我美。满天的星，害着偌多人的忧愁，变心有你，就这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话，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意无过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若伸手想要摕，定定不是你的。电路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的影仔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愿意。谢谢你们。好，跟着我的手一起摇摆，好不好？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愿意。我在上甜的感情，是两人酸苦看同时。我在上水的春天，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前程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。
谢谢。谢谢你们。哎呦，得秋表啊！哇，那边也是位置吗？可以坐的，是不是？坐在那个楼阶梯的朋友，你们好，谢谢。好。啊？安口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。接下来带这一首歌，叫做《一寸金心》，送给你们。叫声比较多呢。哦，小小心哦，梦有情意。我也只有暗淡的花看见你。小心，小心，好。难为爱伤情，谢谢。原谅我一路，谢谢。用的情下，我无一寸真心，我也去声声依依。以后今仔又搁想起为你，我人生像玫瑰，若无爱拢是情。将因情伤情伤袂停，放是袂淡的过去，写在心的情意，你拢听袂开咱的心。谢谢。若是有一日徛在面前，阮想要问你，敢有人？谢谢。一寸的真心，我的粉丝跟我唱这一首歌嘛。哦，俺俩唱大声了。好，再来把双手举高，谢谢后面朋友。声声依依，今夜又搁想起回忆。我人生像玫瑰，若无爱拢是情。这人情伤心伤袂停。把阮是袂淡的过去，写在心的情意，你拢听袂开咱的心。若是有一日徛在面前，阮想要问你，敢有留一寸的真心？放是袂淡的过去，写在心的情意，你拢听袂开咱的心。若是有一日徛在面前，阮想要问你，敢有留一寸的真心？谢谢。哦耶！后面的朋友没办法照顾到你们，请多包涵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大场的一个活动啊，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我们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他们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，这几天起床的时阵，拢有感觉淡薄仔寒，所以呢。
安来唱一条较温暖的歌好不好？这首歌呢，有一个重点提示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比这个动作，然后唱这2个字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耶，没错，带来这一首《迷就会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吹啊吹来南半半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啥？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不过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惊月亮笑阮这呢深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微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开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花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，还有2次的机会哦，好不好？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这呢深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微花，惊你受风吹。小心，小心。哇，谢谢大家。